好，咁第16條啦，咁呢條都係非常難嘅一條題目啊。咁咧，佢首先講工人價格係20啦，咁即係呢個位，咁即係代表佢原本嘅交易量咧，其實應該都係80嘅。OK，咁啊，佢一般比重圖咧，大家就開始好似揾緊，供應量去邊啊？條題目點樣做咧？咁其實呢條咧，可能你畫一畫圖，你先完全明佢其實問緊乜嘅。咁咧，佢話徵收咗10蚊嘅從量稅啊，咁啊，與此同時咧，佢嘅生產成本下降，咁啊令到佢嘅工人價格維持喺20喎。好，咁其實講緊乜嘢咧？本身有從量稅就令供應下降，但係同時間佢嘅生產成本跌，咦？即係佢嘅 MC 係往下喐嘅喎，令到佢 S 就增加，即係都係向下喐啦。咁啊，兩個衝突完之後咧，竟然將 P 維持喺20喎。咦？大家就會諗，咦？維持喺20喎，咁咪代表消費者冇任何稅務負擔咯？其實唔係㗎，點解咧？佢得兩種情況係完全冇消費者完全冇稅務負擔嘅，咁其實就係供應係完全無彈性嘅時候啦，或者需求屬完全彈性嘅時候，咁呢兩種情況先係完全沒有任何稅擔嘅。咁啊，睇翻呢個需求量係咁樣喐嘅情況，咁佢係正常一條 D 線啦，而且佢嘅生產成本係會喐嘅，咁會改變佢供應，咁所以代表佢供應都係有彈性嘅。咁點解係會有？其實係會有稅擔咧？我畫咗幅圖俾你睇下，你就會知㗎啦。OK，咁咧其實佢如果係 keep 住都係20咧，佢嘅交易量都係80嘅，呢個值得留意啊。咁我哋睇下呢幅圖喎。咁啊，本身佢嘅供應喺呢度啦，係咪？咁徵收咗10蚊嘅稅，好，咁佢嘅條線就向上移，就 MC1 加 T。好，而家佢個生產成本下降喎，下降到咩程度咧？令到佢嘅價格維持喺20。咁第一種情況係可以嘅啫，就係佢 MC 都同樣喐得同個 test 一樣嘅幅度。咁佢本身個 MC 唔係由呢度開始喐㗎，其實佢本身 MC 係呢度開始喐㗎，喐到嚟呢個位。OK，MC2 再加翻個 T， 即係等於翻佢本身嗰條 MC1 嗰條線。OK， 去到呢個位，咁樣先會令到佢個工人價格咧係未喐過㗎。OK， 依然都係喺呢度㗎。OK， 咁喺呢度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啦。呢個產量係80啊嘛，80其實掂到個 MC 線咧。OK， 掂到個 MC 線咧，其實係呢個位㗎，亦即係話其實佢同時間存在咗一個MB。同 MC 係有差距嘅位 ，MB 係大過 MC 啦，OK 有淨損失啦，而且佢係可以做到生產者同消費者各自都有承擔佢嘅稅務負擔嘅效果，咁所以 A 同 C 都唔啱啊 ，OK， 咁啊 B 點解都唔啱咧？咁其實咧除稅後總收入咧就係 P 乘 Q 即係總收入減翻 ，OK 減翻佢嘅稅乘翻 Q 嘅嗰個效果，咁其實咧你中意咁樣做都得嘅，就係直接20減10乘 Q 都得，咁其實直接都係等於翻180嘅，就唔會係1600啦。OK， 咁啊最後答案係 dot 啦。OK， 佢可以攞到嘅稅項收入就係800，因為佢10蚊嘅稅乘翻交易量80，就係10乘80就係800。OK， 答案就係 dot。